再来看美国最近有14个州的狗仔为着呼吸道的疾病，有的伫1、2天内就恶化，变作是肺炎的重症。有人讲这是狗仔的新冠肺炎。美国的兽医协会就要求讲，兽医就要通报案例，茫茫讲实验室当赶紧来找到致病的病毒。主人带狗仔散步的时阵，听到狗仔喘气的声怪怪，还阁小可咧扫。兽医师提醒，狗仔真有可能去为着最近美国当咧传的呼吸道疾病。初期的症状会扫、拍卡唱、目睭发红或者是流目屎，大部分拢会让家己好起。不过，若是喘气有困难或者是食袂落，就可能有问题啊。It appears to be potentially an atypical course of our respiratory disease in dogs, but these cases tend to be testing negative and have a really prolonged course of the disease, up to 4 to 6 weeks. 美国有几个州的兽医，这几个月以来，治疗去治疗严重呼吸道疾病的狗仔数量是愈来愈多。科罗拉多州9月到11月，狗仔治疗肺炎的病例数比去年同期增加50%，有的是气管小块发炎，有的是发病了真紧，24点钟至36点钟，就会真紧变作是肺炎。有死亡的案例，不过兽医提醒唔通伤惊吓，狗仔的抵抗力若有够，一般拢医会好。We don't know exactly what it is, where it's coming from, but basically what we've been seeing is just kind of general clinical signs associated with kennel coughs. 美国兽医协会当地理清这种可能的断命疾病，是病毒或者是细菌引起的，监视狗仔病内底真接看的犬下扫的变种。已经要求兽医师通报病例，而且爱实验室赶紧分析病原体。有人认为讲这是狗仔新冠病毒。科学家当咧拍拼要摸糊清楚这个神秘的疾病到底是安怎爆发，胃团的范围有偌宽，有偌侪原体健康的细只狗仔重病或者是死亡，目前并无迹象显示伊会危害人类。不过兽医警告，接落来圣诞假期都要特别注意，因为狗仔毋是对主人去旅行，都是寄伫宠物旅馆，拢有传染的风险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